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即將舉行，大家可以喺電視機熒光幕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開始第125期嘅六合彩幸運二金多寶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搞出嚟嘅號碼係17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17。第二個搞出嚟嘅號碼係1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1。第三個搞出嚟嘅號碼係48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48。第四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2。第五個搞出嚟嘅號碼係37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37。第六個搞出嚟嘅號碼係35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35。最後一個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8號 and draw number is 8。好啦，今期嘅六合彩已經順利搞出，都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1號、2號、17號、35號、37號、48號，而特別號碼係8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嘅六合彩結果，又或者頭二三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差唔多啦。